心想事成第一條法則，你能左右自己的命運。潛意識好比一部萬能嘅機器，但是這部機器不會自己開動，能使它運轉的只有你的信念。潛意識就好似一部萬能嘅機器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，但需要一個人嚟操作佢，而呢位操作員就係你嘅心，亦都係你嘅信念。所以我話，你能左右自己的命運，就是從這個道理而來。點先能任意駕馭萬能嘅潛意識呢？簡單嚟講，只要你有信心控制，只俾好嘅印象或者暗示進入潛意識就可以啦。你可以選擇即將發生好事情嘅印象交俾潛意識，唔好理身體較弱或者努力較差，意志力薄弱嘅人都可以做到呢個選擇。因此，摩菲法則可以講係任何人都能夠使用嘅法則。我們要不斷用充滿希望同埋期待嘅說話同潛意識交談，咁樣一嚟，潛意識就會讓你嘅生活狀況變得明朗，讓你嘅希望同埋期待實現。高速跑車嘅油門並唔係比一般低速汽車嘅油門重，反而只要輕輕踩踏就可以啦。同樣嘅道理，想要讓萬能嘅潛意識自己開始活動，都唔使特別用力，或者做其他特殊嘅努力。只要你唔去諗會傷害自己嘅事情，而選擇有積極性、建設性嘅事情，你就可以左右自己的命運。我有兩個朋友，同一年喺同一間大學同科系畢業，然後又進入咗同一間機構工作。其中 A 先生住喺一棟公寓入邊，相當滿足，認為只要維持現狀就可以啦。而 B 先生則住喺一棟木造嘅出租房入邊，希望將來能夠擁有一棟花園嘅小洋房。7年之後 ，A 先生依然住喺公寓入邊，而 B 先生則喺郊外建造咗一棟屬於自己嘅房。關於兩個人的客觀條件，B 先生比較不利，但係佢卻如願以償。圓夢小語，我擁有積極正面的人格特質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